Oui, oui, oui. Alléluia.
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续乐。我们一起来唱。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肃静，应当。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也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上帝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这农历过年的时候，我们的出入都有神你的保守，让我们平安，也能够跟家人团聚，一起分享我们的人生。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一块土地有平安，让台湾更能够不受疫情的影响，让我们能够有神你的保护，让我们的执政掌权者、各级的长官以及所有的百姓都能够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我们谢谢你，还让我们能够一起的来聚会。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神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在哪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神你的平安也与他们同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今天的聚会，求神你的灵就住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新灵粮诗选》第50首，我们坐着来唱，我们来唱2遍，我们跟着诗情来唱。从太阳出来之地，直到日落出的那边，主的名当赞美你。从太阳出来之地，直到日落出的那边，主的名当赞美你。出来之地，日落出的那边，主的名当赞美你。从太阳出来之地，直到日落出的那边，主的名当
美主生命从今世直到永远，赞美主的生命。再一次。赞美主名，神的儿女要赞美，赞美主的生命，赞美主生命从今世直到永远，赞美主的生命。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请翻开教会圣经诗篇第50篇第1节到第6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攻读这段的经文，在旧约581页，在旧约581页，由我来起单数节，弟兄姐妹来印双数节。581页，大能者上帝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锡安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上帝要来，绝不开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民，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上帝是施行审判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阿拉伯国家也门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人生活文化当中，民众更能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为此来祷告，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2区教会祷告，木栅卫理堂张约瑟牧师，也为教会的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
来祷告，也为台湾水情告急需要上帝格外的施恩来祷告，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长官来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以上所求是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经课，我们请曾荣基弟兄来为我们攻读这段经文，《列王记下》2章1到2节，《哥林多后书》4章3到6节。今天第一处的经课在教会圣经361页，教会圣经361页，由我来攻读，会众人聆听。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袍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亚把自己的衣服撕为2片。第二处的经课在哥林多后书4章3到6节。哥林多后书4章3到6节，在教会圣经197页。教会圣经197页。哥林多后书4章3到6节，由我来攻读。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上帝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以上是今天的经课。谢谢荣基弟兄。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第9章2到9节，新约圣经第49页，翻到了，由我来攻读。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人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以上是今天的经文。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蔡牧师，他今天所要分享的是显荣耀在我里面。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做礼拜。特别今天是大年初3，我们台语里面有一句话讲做“初1早、初2早、初3爱困到饱”，所以今天大家睡饱了之后来做礼拜是很美好的。不过今天因为诗班也在过年当中，所以今天没有唱诗班。但是呢，我刚刚突然间觉得我们其实是需要唱首诗歌的。那我们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团体，一个男生的团体。然后我们其实在去年就已经稍微的组了一下，然后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我们请几位弟兄跟我们带着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在我们的心灵粮诗选的444首。然后我要请我们的赵鼎兄，还有我们的传才兄，还有我们的荣民兄我们在台上带着大家来唱这首诗歌，叫做《我心灵得安宁》好，我们的赵鼎兄，还有传才兄，还有荣民兄小型的诗班没有伴奏的444，我心灵得安宁。我们刚刚都没有彩排因为他们是临时被我叫上来的444，我心灵得安宁。我唱第4个，我唱第4个。看看。好，我们要来唱这首《我心灵得安宁》大家可以一起跟着唱好，预备，来。有世上的光。等一下，麦克风要先拿下来，才不会影响
有时候信手拈来就可以唱一首诗歌。基督教是一个唱诗的宗教，所以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要在做礼拜的时候唱诗。如果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把唱诗成为一种方式的敬拜，包括你在生活当中，你都可以用诗歌来敬拜上帝。有人说，我的五音不全；有人说我可能唱歌声音不好听。其实没有人天生就会唱歌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接受在训练的当中，包括我们也许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些课程可以训练，包括我们可能在诗班当中，我们有一些机会可以来练习，或者是我们在平常的时候跟着哼都没有关系，让敬拜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让我们的每一个时刻都成为敬拜上帝的时刻。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哈，只是一个笑话，因为刚好过年期间，所以真的不要介意啊。各位知道华人有一个习惯，就是通常在过春节的时候，都会把春或是福给倒过来，对不对？为的是什么？这个叫做春天怎么样到了，对不对？或是福到了，对不对？好，那有一个人呢，他就很聪明了，他想说他要把钱，希望可以把它放在过年的时候贴在这个他的家里的这个门上面，叫做把钱这样倒过来贴，希望叫做什么？钱到了，对不对？结果后来他的太太看到之后，把他打了一顿，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倒贴钱，不要倒贴钱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用反的，但是东西不一定都是要反的啊。有时候把它正了还是比较好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只是一个笑话，真的不要回去真的把钱倒贴了过来啊！希望上帝帮助我们。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每一年都是蒙上帝祝福的。除了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丰富以外，我们也求主给我们能够在荒年当中得百倍，在一切的状况当中，我们仍然能够蒙福的。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年当中都能够蒙上帝的恩惠。好，所以我们在过年的当中，我们今年的过年开始前，我们请大家一起来举起圣经，我们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请我们举起圣经，我们一起用这个祷文来祝福祷告。我们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都很喜欢得祝福，特别在过年的当中，我们都很渴望能够得到祝福。弟兄姐妹，我们在过年的当中，我们不晓得应该用什么话来祝福别人的时候，有一些时候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的人物，或是找到一些的事情，让我们可以来祝福别人，让别人因我们而蒙福。前几天我收到一个这样的一个PPT 让我觉得非常的好。新年当中，我们期待上帝给我们有新的祝福。特别在圣经里面，7这个字是一个很美好的数字，7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新年的当中，我们期待给弟兄姐妹有7个祝福，然后有7个在圣经当中的人物，他们蒙上帝的祝福，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榜样跟样式，以至于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文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祝福别人的人生，或是祝福我们自己的人生，要像什么？要像亚伯拉罕一样，蒙上帝的呼召，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他们是在这样迁徙的当中，在这个他们从过去的住的地方，然后来到迦南地的地方。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祝福，应许看到祝福是什么？他说：“你要万人要因你而得福，万国要因你而得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这样被呼召的人的时候，让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祝福别人的人生，祝福他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第二个，我们可以从第二位族长，这个族长叫做以撒。这个族长他有一个美满的婚姻，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祝福别人的婚姻像以撒一样，因着顺服而美满，并且敬虔，能够来爱主。所以很多人在
初二的时候，或是大年初一的时候，很多人去到庙里面去拜拜，要求姻缘。但是我们可以求主祝福我们身边的我们的朋友、邻居，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婚姻能够像以撒一样，因着顺服，上帝赐给他一个很美好的妻子，叫做利百加，以至于他能够成为多国的母亲，以至于他能够成为多国的父亲，以至于这个家族、这个民族是蒙福的。所以，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祝福别人的婚姻，像以撒一样，是蒙上帝祝福的，而且是幸福美满的。第三个，我们可以来祝福别人，像什么？像雅各一样。雅各是一个蒙福的人，他是一个到处蒙福，而且常常谢恩的人。雅各从过去他自己的家乡来到他舅舅的家，他本来一无所有，后来从舅舅家回来的时候，他带着许多的牛羊回来。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有很多人是白手起家的，也许你离开家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财产，但是雅各一样，离开家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根拐杖。但是当他从舅舅家回来的时候，他的事业是蒙上帝祝福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祝福别人的事业。也许很多的这个我们没有很多的资源或是财富，但是我们可以拥有上帝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可以去把我们所可以得到的金钱可以赚取回来。这是雅各的祝福。第四个，我们可以祝福别人的工作，好像约瑟一样。圣经里面说，约瑟的工作是凡事尽都顺利，所以我们可以祝福别人在工作上面，也可以像约瑟一样，能够凡事尽都顺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特别期待，希望在今年的工作当中，虽然有一些人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让每一个人在工作上能够像约瑟一样，能够凡事尽都顺利。约瑟在他被哥哥出卖去做别人的奴仆的时候，他的家的主人完全的信任他，完全的把他的家业交给他。即使到在监狱的时候，他的监狱典狱长也仍然把他的这个工作交在约瑟的手中。甚至到这个约瑟成为宰相的时候，法老王也把所有的国内的事情全部都交在约瑟的手中。所以凡事尽都顺利，就是我们让人可以信任，并且能够很顺利的完成这些工作。求主让我们能够成为像约瑟一样蒙福的人，也祝福别人像约瑟一样。第五个，我们可以祝福别人像什么？像挪亚一样。挪亚是什么样的人？挪亚在圣经里面，他是一个在这个当时的世代当中，圣经里面形容说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的家庭也是完全的家庭，他们的家庭是蒙福的，以至于上帝拯救他们的家庭，让他们的家庭免受这些的洪水的影响。所以家庭能够蒙福，像挪亚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极大的祝福。我们很期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家里就像这个约书亚所说的一样，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挪亚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显现的人，他在他的家庭当中，他们家里8口人都顺服在挪亚的领导跟带领下，以至于8个人全部都能够得救。所以挪亚因着蒙福，让他们得到拯救，得到祝福，这是上帝给挪亚的祝福。所以期待我们的家庭也能够像挪亚一样。第六个，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像以诺一样，能够与主来同行。圣经里面形容说，以诺与上帝同行300年的时间，上帝与他同行，以诺也与上帝同行。他的每一天都有上帝的同行，所以他的每一天生活并不落空，并不虚空。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以诺一样，每一天来寻求上帝的心意，让我们每一天都寻求上帝的旨意，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能够合乎上帝所喜悦。最后一个，我们要来看侍奉上面，期待我们像大卫一样，能够成为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大卫是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以致他所做的事情都是蒙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侍奉上面不是为着自己来求，而是为了上帝来求，能够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所以侍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的蒙福，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凡事上能够讨上帝的喜悦。这是我们期待今年当中上帝给我们的几个祝福。求主帮助我们，这7个人物在圣经里面都有。所以我们期待在我们过年的期间当中，除了我们可以出去远行郊游以外，其实如果我们可以有时间的话，让我们多一点时间在家里面，
也阅读一下在圣经里面这几位人物，他们是怎么样信靠上帝，他们是怎么样蒙福，他们是怎么样能够祝福别人。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年的当中也都能够这样的蒙福。当然我们也期待大家出入都得平安，我们期待在过年的当中能够大家出入，不管是到远处的地方，或是在近处，或是在任何的地方，都能够蒙恩喜乐，福杯满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以至于人也因我们来得福。所以当我们在过年的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些的思考跟思想，在这一年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家人，透过我们的信仰来帮助我们的家人能够过一个能够充满有上帝祝福的这样的一年。这是一个蔡颂辉牧师他的一个漫画，那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的漫画可以学几个功课。第一个，他说可以跟家人多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跟沟通的时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被手机绑住，被电视绑住，被电脑绑住，所以我们很少跟家人有谈话的时间，或是跟家人有一起说心事的时间。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今年多一点时间，可以跟我们的家人有一些的沟通或是谈话。再来就是我们期待在过年的当中，我们多讲一些感谢跟感恩的事情，特别对一些我们过去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有一些人带领我们一路的经过，让我们可以在这一年当中的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纪念这些人他们过去的这样的帮助，以至于我们也能够来感谢跟感恩他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带领。第三个当然就是要舍去一切不好的习惯或是不好的这样的一些的事情。我们可以从过去的一些的生命当中知道，有一些东西是我们需要改变跟调整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过年的当中是一个大清理的时候，刚好让我们可以跟过去的或是不好的这样的习惯跟生命来做切割。所以上次牧师有提到，最近有一个很好的名词叫做断舍离，知道吗？断舍离的意思就是你要把过去的这些不好的东西跟你断绝了，能够舍去掉，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不好的这样的习惯。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很好的经文叫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也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再来就是我们期待我们在新年当中，我们能够有好的立志。现在才2月的刚开始的时候，2月中旬的时候，我们也期待求主帮助，让我们在新年当中开始的时候有好的立志。特别教会里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推了一个读经的计划。有时候读经计划确实是很难，要1年的当中把圣经读完一遍，或者是1年的当中把一些进度读完，确实是很困难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坚持跟持续不断的心在我们的当中。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过新年，当然我们要成为一个新的人，新的开始。求主帮助我们跟过去的不好的生命能够做断绝，开始有新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昨天有一个弟兄传了一个影片，让我觉得心里面很感动。他特别提到犹太人的过年跟我们台湾的或是华人的过年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华人的过年是欢庆跟欢乐的，是欢喜的。但是犹太人的过年，他们是一个认罪跟悔改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对自己开始一个反省，以至于在反省当中能够带来真正的喜乐。反省的当中，让我们能够知道哪些东西是我们不必要的，哪些东西是我们要去除去的，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从头再开始的。所以他们的新年在他们的语词里面叫做好的开始，他们的新年的开始叫做好的开始，意思就是重新一个新的出发。也许我们有很多过去的包袱，也许我们有很多过去的一些事情没有解决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能够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开始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所以新年当中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祷文当中可以来看到主在我们当中做新事，要做奇妙的事，要来祝福我们。在这一年当中，不管是在工作或是在等候的里面，或是在天上或在人间当中，我们的每一天都是为主而活，为主而做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新年的祷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祷文，成为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一起念来。
6岁已过新年龄，恳切祈求父神，不论工作或等候，新年皆主同行；不论或人间，新年全都为主。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年的当中，我们都能够每一天活着为主，不管是工作或是等候，我们也是与主同行。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愿主来帮助我们，来与主同行。愿主来祝福我们。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所要读的圣经。我们今天的圣经里面读到有一段的故事，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是耶稣带着他的门徒上山去。耶稣常常带着他的门徒上山去祷告，耶稣常常带着他的门徒上山去休息。但是这一天，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是很特别的一个情况。耶稣带着他的门徒上到山上去，突然间他的面相改变了，突然间他的整个人改变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一个事情，就是有一天突然跟你很熟悉的人，他开始不一样了，他开始变成你不认识的或是不熟悉的人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耶稣跟着他的门徒上到山上去的时候，他们在山上突然显现一件事情。圣经上形容说，耶稣的这个衣服放光，好像突然间他整个人光亮了起来，突然间他跟过去这些学生所认识的老师是不一样的。耶稣改变了他的形象。各位如果看在这个之前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耶稣会突然间改变了他的形象。在这个之前，耶稣跟他的门徒其实做了一个期中考试。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是谁？所以很多人都回答说，耶稣你是谁谁谁。只有一个人答对了，这个人叫做彼得。彼得答对了之后，他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说，没有错，你答对了，是100分的。但是彼得所认识的耶稣，或是所认识的这个基督，他只是一个表面性的。所以当耶稣再次带他们到山上去的时候，耶稣在山上变了相。除了在山上变了相的时候，突然间有2个人也出现了。我们来看一下，在第4节的地方有2个人跟他一起出现。我们来念一下第4节，一起念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突然间有人也跟耶稣一起显现。这2个人，一个叫做以利亚，一个叫摩西。各位，我们看到以利亚跟摩西的时候，好像不觉得什么，但是对他们当时的人来说，突然间看到以利亚，突然间看到摩西，这是大事。突然间有事情要发生了，这是一件大事。摩西跟以利亚的出现，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跟耶稣一起的显现。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的9章31节，为什么会有这2个人跟耶稣一起的出现？我们来念一下路加福音9章31节，我们一起来念这节圣经，一起念来。他们在荣耀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要成就一件事情，耶稣他将要在荣耀中显现，耶稣将要去到耶路撒冷，他要去钉十字架。但是在这个当中，在山上的时候，有2个人跟他在一起，这2个人叫做摩西跟以利亚。摩西跟以利亚所代表的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全部。所以当我们如果看到圣经里面提到有关摩西的律法，或是有关以利亚，就代表了圣经里面的2个很大的部分，一个叫做律法，一个叫做先知。所以律法跟先知都谈论到耶稣要怎么样离开世界。所以当耶稣在山上的时候，跟这2位古代有名的人，他们一起在山上，在那里谈论有关耶稣要去世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耶路撒冷当中，耶稣要在那里要来成就的事情。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他要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外，要在那里钉十字架。所有的一切的应许，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全然都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只有一个中心是我们要寻求的。
读圣经里面我们要读到的就是耶稣基督，读圣经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一切所有的信仰的中心核心都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人说圣经我看不懂，有些人说圣经是一个很难去理解的事情。圣经有一个核心的一个中心在那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看懂圣经，你要把耶稣基督放在圣经的里面，这样你就能够了解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话语跟奥秘。去年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年轻人，他在师大这边念书，他是一个中文系的学生，他去这个要参加一个冬令营的时候，本来今年他们要办一个冬令营，他们被分配到了一卷圣经叫做罗马书。然后这个弟兄呢，他就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弟兄，请问你看得懂里面的内容吗？这个弟兄他的回答非常的好，他说什么？他说牧师，我是中文系的学生，每一个字我都看得懂，但是里面写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中文系的学生每一个字都看得懂，但是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并不知道。如果我们没有把耶稣成为圣经的中心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有表面的文字，而不是看到生命在这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的核心就在基督的里面，如果没有在基督里，我们一切所谈的都是空的。所以律法所谈的也向着基督，先知所谈的也都在基督的里面。如果没有从耶稣基督做中心的时候，圣经是一本很难念的书，圣经没有办法去理解它到底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第5节，这3个门徒他们做一件事情，他们期待做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5节的圣经，一起念来。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3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是很可爱的门徒。他们想要在这个山上做一件事情，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搭3座棚子，一座为耶稣，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各位可能觉得3座棚子好像没有什么样的内容或是什么样的东西。各位，如果你把它连结在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节日，是一个在一年当中最欢庆的节日，你就可以明白那个节日是什么。住棚节，对不对？好，各位，一年当中以色列人有3大节日，跟我们是一样的，也差不多时间上跟我们差不多是一样。各位在4月的时候，我们今年的4月4号是复活节的时候，也刚好是犹太人他们在逾越节的差不多这个时间。所以在他们的过新历年的时候，跟我们其实时间上是相差不多的。在过旧历年的时候，他们其实新历年的过年，他们的过年并不像我们这样的欢庆，他们最欢庆的时刻反而是在1月15号的逾越节。然后在年中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节日叫做五旬节，然后在年底的时候有一个节日叫做住棚节。住棚节是什么样的意思？住棚节是大家欢庆收割之后，能够在棚里面，大家在这里享乐，一起在这里欢庆的时刻。所以对他们来说，一年有3个很重要的节日，是他们要一起团圆的时候，他们要住在一起的时候。特别这个住棚节是所有的美好的东西，包括吃的东西、美好的用的东西，都要放在棚子里面。他们要在这个棚子里面住7天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住棚节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日，但是彼得还有这个雅各跟约翰，他们想要做3座棚子在山上，意思是什么？他们要告诉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不要下山了，我们就在这里就好了，我们不要下山去了，这里就完美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仰带给你是在这里就好，在这里就完美了，还是上帝呼召你，你要下到山上去来祝福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住棚是很好的事情，我们能够在棚子里面欢喜快乐，那是何等美好的事情，与主同在何等的美好。但是主耶稣并不是停留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这个话语，爱德华兹他这样说：人若对
神或基督的爱是源于爱自己，那么他的爱就不可能是真正属灵的爱。所以爱德华兹很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跟主同在非常好，这是自己的收获；与主在一起享受主的爱非常好，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住棚在棚子里面非常的好，但是耶稣不是只有停在这里。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的时候，当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的时候，只有耶稣在那个地方。很多人说，很多人会说这个叫做，在我们常常在这个教会里面讲的话语叫做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其实真正的重点不是在这里，真正的重点是不是在山上的事情，而是要下山之后的事情。如果各位看今天的经文里面，在最后的地方，在第9节的地方，耶稣告诉他们说，人子还没有这个上十字架，所以不要去告诉任何的人。但是他们没有停在山上，他们到山下去继续的在工作，去传福音，去让人能够认识上帝。所以恩典是一个人，这个人是耶稣。所有一切都会失去的，有一天律法也会失去，有一天这些的先知的话也会失去，但是恩典永远不会失去。所以只有耶稣在那里，表示上帝的恩典永远是在的。有一天律法的要求会过去，有一天先知的话语会过去的，但是只有恩典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恩典就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提到了，在圣经里面我们所要读到的东西是基督，在圣经里面我看到的东西是基督，在圣经里面我们要读到的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怎么样做奇妙的事，我们怎么样进入在主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提姆凯勒这样提醒我们，他说，宗教让我们为自己所做的感到自豪，但是福音使我们为耶稣所做的事情为荣。耶稣显现，耶稣显荣耀，为的是要让我们从我们的身上也显出他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夸口我们自己所做的，而是夸耀耶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奇妙的事。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人看见的不是我们这个人，而是看到基督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就显出他的荣耀。马太福音5章14节，这里提到说一段的经文，我们来念一下哈。马太福音5章14节，我们一起念这节圣经，一起念来。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所以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耶稣在山上显现他的荣耀，其实今天耶稣也显荣耀在我们的身上。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这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从我们身上要看到基督显荣耀在我们的身上，人从我们的身上要看到基督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跟过去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立志行善也许可以靠着自己，但是没有办法由自己。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没有办法去做出那个善的，没有办法去做出那个好的，只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才能够让我们能够活出那样的生命。所以只有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有光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那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里面有光的时候，那是不能隐藏的，基督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在周报上面，今天同时也叫做这个主显现节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就在这里。耶稣的显现从我们的身上显出来，耶稣从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凡的人身上显出他不平凡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看起来我们这个人好像没有什么，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他要显出那个极大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在每一天生活的当中，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那么人从我们的身上就看到耶稣基督，而不是只有我们这个人在这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显现？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众人当中做一个这样的见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以至于我们能够来荣耀神。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的几个启示。第一个，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就是有基督住在他里面的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从你的身上显出荣耀，这也是今天主显节的意思。耶稣基督显出荣耀，从你的身上显出来。所以基督徒就是有基督住在他里面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有没有从你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人有没有从你的身上看到基督从你的身上来显出来？以前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是军中的一个弟兄，他是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在部队里面的生活的时候，他是一个相当辛苦的人，因为他要照着主的话去行。当别人不去这样做的时候，他仍然照着主的话去行。所以他很坚持的在他的信仰上持守，包括里面有很多基督徒在里面已经放弃了，他们跟别人都一样的时候，这个弟兄他仍然坚持在他的信仰的当中，所以他得到最好的一个称赞。我听到有人对他的称赞就是他说你好像基督一样，他说你的受苦，你在部队里面受许多的苦，但是你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这个弟兄后来他真的得着荣耀，就是当他的工作被肯定的时候，当他的长官看到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的时候，他就得着他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就是有基督住在他里面的人，人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所以约翰一书4章15节说，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有好行为，而是神恢复了我们在他里面的形象跟价值。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认上帝，我们接纳基督，我们接受基督的时候，我们信基督就是接受基督的人，他说我们就有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今天不是因为我们有好行为，所以我们恢复了神的形象，而是神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有神的形象在我们的里头。第二个，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一个事情是，基督徒的生命让人看见上帝的恩典。很多人会说，我没有办法活得像基督一样，我没有办法很完全的。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基督徒并不是表示我们比其他人都好，或是我们是一个多好的好人。基督徒是表示我们是蒙上帝恩典的人。所以基督徒是恩典的记号。千万不要觉得说我要成为一个多好的人，就在我们这个不好的生命里面，就在我们这个不完美的生命里面，要显出上帝的荣耀。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完美不好，但是上帝仍然包容跟接纳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成为基督徒，这是上帝的恩典的记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不完美代表神是完美的，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活出他的荣耀的生命。所以基督召我们从黑暗进到光明的当中，他也同时呼召我们从光明里进到黑暗的里面。刚我们提到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耶稣挑选我们能够从黑暗当中进到光明里面，改变我们之后，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进入到黑暗的里面，以至于黑暗也因我们能够得着祝福，能够得着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黑暗，如果你发现你周遭有很多黑暗的地方，如果你发现你的周围有很多不光明的事情，那么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到那里，使那里能够成为光，成为祝福。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光要放在黑暗的里面，才能够显出荣耀，才能够显出光来。愿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做光，而是能够进到世界里面去成为世界的光。第三个，基督徒活着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让人看到我们就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所以不是所有的人有机会来读圣经的，但是人会从我们的身上去读到圣经。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能够来荣耀上帝。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荣耀上帝而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做每一件判断的时候，让我们多一些的思考是，这样做是不是上帝可以得荣耀？如果这样做上帝可以得荣耀，那我就这样做；如果这样做上帝不得荣耀，那我就不要这样去做。
所以无论做什么，都是要为荣耀上帝而做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新的一年，让我们为上帝而活，为上帝而做。我们所做的都是为荣耀上帝的。所以结论的地方，要好好过生活啊！所以不要觉得说有假期是一个可以让你消耗你的这个，就是耗费你的时间。其实你可以用这个时间，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把握。有一些可以做的事情，或是没有做到的事情，可以重新去做一些的调整跟改变。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用我们的生活好好来荣耀上帝。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而活，而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来显出荣耀。所以当我们觉得信心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无力的时候，不要觉得那是你无力了，那是你显出神荣耀的最好的时候。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失败是一件坏事，求上帝帮助我们，上帝透过我们的失败能够成就奇妙的事。人所看起来没有办法成功的事情，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没有任何的拦阻的。上帝要做奇妙的事，要从我们的失败当中显出他的荣耀。所以保罗说，他单单夸口他的软弱，我也要来见证基督，要看到基督的大能在他身上来显出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重新得力，领受上帝给我们美好的恩典。同时我要感谢上帝，是我们今天真的做到在教会里面，我们其实一项跟一直期待要做到的事情。要问一下大家，各位知道这条长椅子，我们现在坐的这个椅子，各位知道有什么样的用意，知道吗？这个长椅子，各位知道有什么用意，知道吗？过去传统教会里面，一条长椅子就是一个家庭，所以不管是大人或小孩，都在一条长椅子上。所以来做礼拜的时候，牧师很好点名，为什么？因为这一条桌椅就坐了很多这个家庭当中的成员，所以如果这条椅子没有人，我就知道这里大概哪些人没有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让我们今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做礼拜。如果你觉得你这一条长椅子上面旁边有空位很多，表示你的家人可能还没有来这里做礼拜，有机会我们就邀请他们来做礼拜。当然不是我们邀请他们就一定会来的，因为我自己的母亲我也邀请过她好几次，她只有我回到台南的时候，她才会去做礼拜。如果我没有回去，她不会跟我一起做礼拜的。但是那是一个机会，求主帮助，让我们有机会就邀请我们的家人跟我们一起能够坐在这个长椅上面，一起来敬拜上帝。敬拜不是只有在教堂里面，包括在家里面也是一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找到机会，我们就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敬拜上帝。特别今天是大年初三的时候，还是在过年的当中，最后牧师要给大家一个美好的祝福。有一个东西要送给大家，在我们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是应该是两个东西，有一个是只能够用一次性的，另外一个东西是可以用1年的。好，那我要先破梗一下。用一次性的就是我们期待求主帮助我们，特别现在还在防疫的当中，所以我们会送给大家有一份口罩，但是千万不要觉得那是给你用的哦，请你们记得一件事情，这个口罩是你要带回家，或者是给你身边的最好的朋友，或是你认为你的家人没有的，你可以送给他，因为这个上面有教会的地址，有教会的名称。求主帮助，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口罩能够成为福音的一个机会，邀请别人来认识上帝。另外有一个在袋子里面，红包袋里面，牧师要给大家一个东西，但是不要觉得只是一张卡片而已，因为今年牧师要做一点调整，就是那一张是一个刮刮卡。请大家回去的时候千万不要看一看就把它丢掉了，不是啊，请你刮一下，今年上帝要对你说的话，刮完了之后里面有一句金句在里面，这个是可以让你这一年当中可以蒙受收获的。所以有一个东西是可以用1年的，有一个东西是可以用一次性的，所以我们期待上帝帮助我们，那个一次性的我们可以送给别人，但是那个上帝的话可以用1年的留给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把那句话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求主帮助我们1年的开始，让上帝的话成为你每一天的开始，
成为你每一天的丰盛的收获，成为你每一天美好的祝福。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年的开始以你为中心。主啊，也许我们有很多事情是失焦的，我们没有把基督当作我们的中心，但是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重新回到你的里面来，以基督为中心。施恩来带领我们，也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我们不是只有在这山上就好，帮助我们能够下到山下去，能够让人看见我们的里面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谢谢你，施恩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美好的时刻，在这一年的开始，我们在这里做礼拜，使我们能够成为蒙福的人，使我们能够领受这7个祝福，圣经里面这7个美好的人物的祝福都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随时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愿你施恩带领我们，今天我们成为蒙福的人，我们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愿你来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证道，我们一起来背诵今天的经文，我们来念2次，请。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马可福音9章7节。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马可福音9章7节。我们用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我们一起翻开新灵粮诗选199首。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的一切都由你而来。我们预备一点金钱奉献，做教会事工所用，求神悦纳，加添赐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视线同工到台前来。
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第二遍的时候，我们起立，彼此问安。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和你。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的光明。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的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痛快主爱中连接，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姐妹，大家请坐。今天很高兴，我们有很多从北部，还有我们的自己的家人，包括从北部回来的。这里有一位叫徐选鹏，我们欢迎你，在哪里？欢迎你。还有，初一的时候。我跟师母去那个采购完回来，然后这个锦鹏的阿姨就在门口，刚好那个时间，然后她就说她要带她的这个侄子来这边做礼拜。其实很高兴，因为她从桃园来，然后她说她希望能够找教会来这边做礼拜。那刚好这个阿姨很有心，大年初一大家都去玩的时候，这个阿姨愿意为她的侄子能够付上这个代价来教会里面要找教会，所以我们特别要为他的这个阿姨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也这个肯定这个阿姨所做的，带领我们的家人不容易，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可以家人能够这样信主是很美好的事情。所以欢迎锦鹏跟你的阿姨一起来哈，谢谢。郭梦荣有一个家庭，我们欢迎你。欢迎你，还有维嘉也回来了，还有恩婷，刘恩婷，欢迎你，
还有桂丽，欢迎。还有徐锦鹤，欢迎你。我们很久不见的千菊也回来了，在台北也回来，很高兴今天都看到有很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也一次欢迎，永远欢迎。那我们今天是联合礼拜。祝大家新年快乐，出入平安。再来，我们的办公室2月17号恢复正常上班。1月份的收支表还有2月份的执事会议，请大家得空在公布栏自己去参阅。我们的读经计划已经开始了，刚刚是2月份，还来得及。如果需要我们读经的进度表，请跟我们办公室我们的淑亲姐妹来索取。2月19号我们就要开始，卫理神学院的上课是在礼拜5晚上7点。再来，我们牧师所开的课红本门徒是在2月17号晚上7点。那我们即将跟长庚祈祷室合作的3月份要开始在五泉国小有一个欢乐美语班。我们也有事工的参与，启用这样的事工来带导。上个学期已经开始了。那下一季的成人主日学在2月28号即将要开始，在月底。那我们教会要筹办儿童合唱团，请为这样的师资还有成员来祷告。那今年的目标，我们的标题呢？就是教会就是家庭，家庭就是教会。也为我们今年度的目标200人的聚会，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为肢体需要代祷的，我们自行来参阅。我们也为我们的新朋友继续的来祷告，希望他们来到这里能够适应，也能够喜欢每个礼拜跟我们一起聚会。牧师有没有补充的？没有。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请大家能够来领受上帝给的祝福，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期待大家不用跟别人换，你就好好的领受上帝给你的今年的祝福，让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新春当中蒙福，我们也成为蒙福的人，也使人因我们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教会肢体需要代祷的祷告，有病痛的弟兄姐妹可以到台前来，牧师为你祷告。
上面观啊？这个观是上面观吗？不用，那观开始